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嚟到法者生活頻道之姜濤系列啊！我錄嘅時候呢係星期五啊，即係咧2026年嘅1月23號香港時間嘅12:47下午啊。咁而出呢一條片嘅時候呢，應該係星期六或者星期日，咁所以呢，應該係未係最 update 關於姜濤嘅資訊。不過呢，連續出咗呢 Blender 雜誌嘅內容。希望咧大家都聽得開心。咁啊，今次咧真係跟住姜濤遊巴黎啦。首先咧睇一睇咧1月22號嘅新聞先啊。姜濤出席巴黎時裝週曬型仔戳爆照，獲姜糖讚俊男啊。姜濤咧喺1月22號嘅下午喺社交平台貼出多張嘅型仔照片。Mirror 成員姜濤咧近日飛抵法國出席巴黎時裝週，日前咧佢包到冚同巴黎鐵塔合照。咁喺1月22號嘅下晝，姜濤咧再更新社交平台，喺 IG 貼出多張身穿品牌服飾嘅型仔照片。佢咁樣寫：每次為我帶嚟唔一樣嘅巴黎體驗。唔少嘅姜糖讚佢喺巴黎俊男，話佢好靚啊，好型啊，全部相都好靚。相信佢此行獲益良多，世界好大，多睇多聽 ，enjoy。咁我離開法國之前呢，都見到姜濤嘅 IG story 啦，就係同夜晚嘅巴黎鐵塔咧係合照嘅。咁咧佢應該喺邊度影嘅呢幅相？咁好多時候咧影巴黎鐵塔咧喺佢嘅底下咧就好難影到成個塔嘅，因為咧太大啦。咁所以咧第一站跟住姜濤遊巴黎啦，我哋講下咧究竟姜濤可能喺邊一度影呢一個巴黎鐵塔嘅咧？咁我叫我 AI 幫我估下啦。咁 AI 咧就話佢可能咧會係幫 Diana。即係咧耶拿橋，又或者咧 Passerelle des Billets， 即係德比利行人橋嗰度啦，影呢幅相嘅。咁其實咧，大家可以咧喺巴黎鐵塔河嘅對面咧，附近嘅橋咧都會影到咧咁靚嘅巴黎鐵塔。咁其中一個或者好中意影嘅地方咧，就係咧紀念戴安娜王妃嗰個位置附近咧，係影得好靚噶。跟住落嚟咧，就要講下姜濤今次行程嘅重點，就係要參加 Cannes 2026年嘅秋冬系列。咁咧喺邊一度舉行呢？就係咧姜濤都好中意嘅一個地方啊，就係咧 Cannes 嘅創辦人喺巴黎嘅故居啊。咁我記得咧佢話最中意佢個日式庭園喎。咁首先咧，我哋睇下呢一個故居先啦，因為咧成個 Cannes 嘅2026年秋冬系列咧都喺呢個故居嗰度發佈嘅。高田賢三嘅巴黎日式故居，藏喺巴士底廣場後面嘅精神世界。Cannes 2026年秋冬系列係冇選擇到博物館，冇選擇到巨型嘅 show 場，而係回到一個對品牌嚟講最核心、最私密，亦都最具象徵意義嘅地方，就係創辦人高田賢三昔日位於巴黎巴士底廣場附近嘅日式住宅。賓客抵達嘅時候，先穿過一棟普通嘅18世紀巴黎住宅建築，再走到後方一條低調狹窄嘅入口通道，然後必須彎低個身，穿過一條細小嘅木門。門一關上，城市嘅聲音即時消失，眼前嘅巴黎彷彿被撤走，只係剩返一個完全屬於日本嘅世界。呢一度呢係一座3層高嘅住宅，一共有18個房間，當中7間係睡房。整座嘅建築圍繞一個傳統日式庭園而建嘅。庭園成為空間嘅核心，同時亦都係天然採光嘅來源。庭園裏面種滿竹林、櫻花、楓樹、杜松、蘚苔同埋各種日本嘅植物。中央設有水池，池中有多條嘅錦鯉悠然游動，其中部分早於高田賢三在世嘅時候已經存在，見證住呢個地方由私人嘅居所變成品牌嘅精神象徵。室內設計以木材為主，大量使用天然嘅木板、榻榻米地面、紙門同埋圍拉門結構。每個房間隔音極佳，彷彿同外界完全切斷聯繫。空氣安靜得可以聽到水聲，整體嘅氣氛更加似一座現代嘅寺院，而唔係一間豪宅。進入呢一座住宅嘅動線亦都經過刻意嘅安排，由入口開始需要先穿過一條狹長昏暗嘅走廊，視野被刻意壓縮，然後再突然走入開揚明亮嘅主庭園空間，形成由封閉到開放嘅心理轉換，令人自然放慢呼吸與思緒，進入一種近乎冥想嘅狀態。
高田賢三喺1964年自東京文化服裝學院畢業之後前往巴黎，6年之後創立 KENZO 品牌，並且開設首間嘅女裝店。佢曾經咁樣講：巴黎俾咗我自由去生活同埋創作，正因為咁樣，佢選擇喺巴黎建立呢一座融合日本精神同埋法國城市結構嘅住宅，作為自己長期居住、創作同埋沉澱嘅地方。呢度呢，唔單止係佢屋企，更加係佢嘅工作室同埋精神基地。佢喺呢度繪畫設計稿、構思系列、創作畫作、進行冥想，同時呢亦都接待朋友、藝術家同埋合作嘅伙伴。直到2009年，佢先至離開呢一度。即使住宅後嚟轉手，佢嘅睡房仍然被完整保留，房裏面仍然放住佢生前使用嘅日式被褥，旁邊連接一間完整嘅茶道儀式室，設有榻榻米同埋日式嘅紙門，反映佢對日本傳統儀式同埋精神文化嘅深厚依戀。2016年呢一座住宅由 Olivier 同埋 Isabelle Couvet 買入，兩個人呢曾經喺亞洲生活18年，其中8年係居住喺日本㗎，對日本文化極為熟悉。佢哋邀請日本著名建築師隈研吾負責全面翻新工程。隈研吾喺改建過程之中加入大面積嘅玻璃窗，提升自然採光，同時重新構畫內部嘅動線，強調空間嘅連續性同埋流動感，讓室內庭園同埋露台之間形成視覺同埋心理上嘅伸延。佢將呢一種設計視為日本建築精神嘅重要元素，即係讓人由封閉走向光明，如同進入神社或者寺廟咁，先經過幽暗嘅通道，再進入核心嘅聖域。喺2023年，呢一座住宅曾經由 Christie's 推出市場出售，當時售價未有公開，但係因為佢嘅建築稀有性同埋巴黎市中心極罕見嘅日式庭園設計，引起地產界極大嘅關注，被視為足以震動市場嘅文化級物業。其後物業再次由 Olivier 同埋 Isabelle Couvet 持有，兩人亦都為高端公關以及奢侈品牌顧問公司 The Independents 嘅創辦人。呢一間公司專門服務奢侈品牌，旗下擁有20間創意同埋公關機構，包括 Galeries Lafayette 以及Bureau Bedock。而 Bureau Bedock 正正負責多個國際時裝週最具戲劇性嘅時裝 show 場景設計。KENZO 選擇喺咁樣一個承載創辦人精神、建築藝術同埋文化象徵嘅地方發佈新系列，本身已經成為一種宣言，就係品牌回到根源啦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講下創意總監 Nigo 嘅回歸之路，從迷失走1年到重新擁抱 KENZO 嘅本色。今季系列命名係 Home Sweet Home， 並非因為場地喺舊居度舉行，更加代表 KENZO 喺風格同埋方向上面嘅回家。過去1年呢， KENZO 曾經嘗試多條較為極端嘅設計路線，包括有燈籠褲啊、粉紅兔仔嘅角色啊、公仔化嘅圖案、有尾巴嘅老虎連帽衛衣，以及水晶球造型嘅口底鞋。呢啲設計雖然好吸睛，但係亦都令到品牌嘅形象逐漸偏離創辦人原有嘅設計精神。同一時間，品牌內部亦都經歷管理層嘅變動，新行政總裁上任，同原有嘅設計總監分道揚鑣，令到整個品牌處於重新定位嘅狀態。創意總監 Nigo 選擇喺呢個時刻回到 KENZO 嘅源頭。佢本身係資深古着收藏家，長期收藏大量早期 KENZO 嘅作品，對高田賢三嘅設計語言極為熟悉。佢理解 KENZO 嘅核心並不在於誇張嘅裝飾，而係在於文化混合嘅平衡感，就係日本剪裁嘅結構、法式優雅嘅輪廓，以及美國復古休閒嘅精神。今季嘅設計重新聚焦呢3個元素，整體嘅風格變得清晰而親切。系列之中出現大量彩色嘅 Varsity 校隊外套，帶有和服輪廓線條嘅西裝剪裁，升級版工裝外套同埋長褲，西部風格恤衫同埋恤衫裙，以及直接而唔做作嘅花卉印花同埋刺繡圖案，色彩運用介乎明亮同埋懷舊中調之間，營造出既年輕又帶歷史感嘅視覺層次。系列亦都大量向品牌嘅檔案致敬，包括重現1986年推出嘅彩色 Kite 手袋，以及高田賢三喺1991年設計嘅拼色西裝。當年原始設計草圖被放置喺發佈會現場嘅書桌上面展示，而新版就改以格紋布料重構肩部嘅線條。新任行政總裁 Charlotte Goubet 當日親身着上呢一套新版嘅西裝亮相。佢喺舊年5月由 Louis Vuitton
加入 Kenzo， 象徵品牌管理同創作方向同時進入新階段。呢個咧係整個發佈會期間係冇發表正式嘅預告，只係喺庭園內拍攝錦鯉遊動嘅畫面上載到社交平台。佢喺長刊之中留下簡單嘅一句，就係我哋正在回家，回到最開始嘅地方。Kenzo 已經確認喺夏季回歸正式天橋時裝 show， 而今次喺故居舉行嘅發佈會更加似一個過渡嘅章節，一次嘅深呼吸，一次方向嘅校準，一個為未來鋪路嘅靜默轉折點。咁啊，發者呢又想扮下咧 Blender 嘅內容，咁啊 Blender 好多時候咧就將時尚同埋姜濤咧係做一個嘅連結配合嘅。咁我哋見到咧呢個大品牌例如 Kenzo 咁樣啦，佢都試過有迷失嘅時候嘅，但係咧佢都係會重新上路，並且係回歸佢嘅初心，希望係重新出發，俾到新嘅形象大家。咁我哋大家都見到咧，其實姜濤咧都好代表呢一種嘅精神。姜濤呢7年以嚟咧都經歷過好多嘅高高低低啦。咁而佢最近嘅訪問啦都有講過，希望自己嘅表演啊、創作啊都係回歸到佢最初出道嘅時候嗰個初心，表演嘅時候嗰種嘅純粹。但係同一時間咧都帶俾好多新嘅元素俾觀眾。所以咧，一個品牌同一個藝人嘅合作並唔係貿貿然或者一個偶然，都係咧一種緣分嘅牽引。而嗰種緣分嘅牽引咧，冥冥之中咧原來有相似之處嘅喎。咁今次咧係跟住姜濤遊巴黎嘅系列，咁平時我哋可唔可以去到 Kenzo House 咧去睇下 Kenzo 嘅故居咧？咁個答案咧係唔得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咧 Kenzo House 咧並唔係一般常態開放俾公眾遊覽嘅景點。呢座住宅咧主要係高田賢三喺巴黎巴士底區，即係11區自己設計同埋建造嘅私人住宅嚟㗎，並非博物館啦或者係公共嘅空間。絕大部分嘅時間咧佢都係私人嘅產權，由私人屋主居住，或者咧有陣時作私人活動嘅用途，並唔會咧開放俾常規嘅遊客入裏面參觀嘅。咁有陣時咧會出現一啲短期開放或者特殊嘅活動，例如某啲嘅文化節啊，或者咧奢侈品牌開放日活動。咁啊，例如啱啱咧姜濤去過嘅 Kenzo 嘅時裝發佈會。咁雖然咧 Kenzo House 唔係大家都可以成日去嘅，咁但係巴黎咧好多地方都值得大家去啊。咁既然咧 Kenzo 咁中意姜濤，我哋睇下咧 Kenzo 呢個品牌背後嘅創作人，就係呢一個故居以前嘅主人高田賢三啦。咁呢一篇文章呢，就係2020年10月5號更新嘅新聞嚟嘅，係一個唔開心嘅新聞，就係咧當時嘅高田賢三呢，因為新冠病發症咧而離世嘅新聞。日本著名時裝品牌 Kenzo 創辦人高田賢三因為感染新冠病毒引發併發症，喺巴黎美國醫院離世，享年81歲。消息傳出之後，世界各地紛紛向高田賢三致哀。佢以鮮明圖像設計、叢林風格印花以及大膽多彩嘅用色聞名，係第一位喺巴黎時裝界取得重大地位嘅日本設計師。佢喺1960年代定居法國，並且喺當地度過整個嘅職業生涯。佢嘅發言人表示，呢位日本設計師一生創作咗接近8000款嘅設計，從未停止歌頌時尚同埋生活藝術。而當時嘅巴黎市長 Anne Hidalgo 亦都喺社交網站發文悼念。佢話：一位擁有巨大才華嘅設計師，佢為時尚帶嚟色彩同埋光芒。巴黎今日正喺度哀悼佢嘅一位兒子。擁有 Kenzo 品牌嘅 LVMH 集團行政總裁 Sydney Toledano 接受時裝新聞網站訪問嘅時候，亦都表示，佢話：我喺1970年代佢啱啱起步嘅時候已經係品牌嘅粉絲，我認為佢係一位偉大嘅設計師。而唔少嘅日本網民亦都係發文悼念，有人分享人生第一件奢侈品正係 Kenzo 嘅產品。一位網民係咁樣寫㗎：我人生第一個銀包就係 Kenzo 㗎，即使只係一件小事，但係我會永遠記住，願你安息。另外一個人表示，我有一套由媽媽傳俾我嘅 Kenzo 服裝，至今仍然會着㗎。亦都有唔少人提到自己擁有 Kenzo 嘅手巾仔，呢一種嘅配件喺日本至今仍然十分流行。高田賢三係1939年出生於大阪附近嘅基路市。喺1965年，佢幾乎都唔識法文嘅時候，仍然毅然搭船前往巴黎發展。最初佢靠住向時裝屋出售設計草圖為生，後嚟決定自立門戶，開設一間名為叫做 Jungle Jap 嘅小店。佢喺生前一次接受南華早報訪問，亦都係佢其中一次最後嘅媒體訪問嘅時候話：我用好少嘅錢自己裝修嗰一間店，我喺巴黎睇到並且深深愛上嘅其中一幅畫作係一幅叢林嘅畫作，正係呢一間店嘅靈感來源。
佢嘅設計深受日本文化影響，佢曾經表示唔想做法國設計師正喺度做嘅事。新加坡拉薩爾藝術學院時裝學院院長亦都表示，佢嘅日本背景一直係佢每一季系列嘅靈感來源。佢始終保留住鮮豔嘅色彩同埋寬鬆立體輪廓嘅運用。佢又話：我認為佢走喺時代嘅前面，係最早嘗試無性別時裝概念嘅設計師之一。佢從唔接受男性同埋女性服裝嘅刻板界線。咁今日咧文章嘅分享去到呢一度啊，咁呢幾日咧都推出咗關於 Blender 雜誌對於姜濤嘅專題系列啊，咁有好多嘅朋友喺樓下咧都係咁樣寫嘅，大部分都係話：哎呀，點解香港冇啲咁有深度嘅雜誌啊，或者媒體啊，或者記者㗎啦咁啊，當然香港好多時候都係啲八卦嘅雜誌啊，去寫下姜濤啊，好少去深入咧係剖析佢嘅內心。一係咧就係姜濤自己受訪嘅時候自己咧係講出嚟，否則咧好難有第三者或者媒體咧係即係咁欣賞佢咧，有一個咁深層次嘅角度咧去剖析呢個人同埋佢嘅作品啊。咁所以咧，發姐咧都希望喺呢一集咧，就係為大家帶嚟咧一啲品牌嘅理念啊。咁亦都見到咧 Kenzo 嘅創辦人啦 Kenzo 呢個品牌啦，甚至咧 Kenzo 佢嘅故居啦，其實同姜濤咧都係有一啲千絲萬縷咧相似嘅地方嘅。咁大家都見到高田賢三咧，都係一個舉足輕重嘅傳奇人物啊！喺佢離世嘅時候，連巴黎嘅視像咧都出嚟悼念佢。咁我哋見到每一個時裝設計師背後都有一個理念啦，咁亦都好似姜濤咁，佢背後有一套嘅理念。咁相信姜濤咧都能夠好似 Kenzo 一樣啦，係發光發亮。無論喺世界上面邊一個舞台咧，都有佢嘅位置嚇。咁今日咧嘅分享去到呢一度啊，咁啊相信咧就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嘅時候出到呢一集啦。咁所以咧唔係話最跟貼嘅，咁但係咧我已經係 cap 晒阿姜濤啲 story，究竟佢去邊度咧？仲有咩地方可以同大家介紹跟住姜濤遊巴黎咧？咁啊發姐咧會繼續跟進噶啦，同大家分享。咁啊發姐亦都係會咧繼續咧每一日 check 下 Blender 雜誌有冇一啲新嘅內容同大家分享啊，因為似乎大家都好中意 Blender 雜誌對姜濤做出嘅專題系列啊。咁我哋咧就下次再見，亦都咧祝阿姜濤咧返香港一切順利平安吉祥啊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